今年几岁啊？姓刘的啊，啊？啥物叫做姓刘啊？姓蛇就是蛇属刘啊。哦，阿伯姓蛇哦。哦吼，阿妹毋着87岁啊？好谈要去苏州的啊人啊。阿伯，你哪会安尼讲？朋友啦吼，真济拢转去啊，剩我一个人嘛足无意思的呢。阿伯，你看起来精神足好的呢，拢看袂出来是80岁呢。食老都无路用哦，交代逝世尔。阿伯，咱厝内有逝世甲咱照顾，咱着爱更加拍拼，家己身体爱顾好，尤其是最近天气要变寒。你敢有听过这两句话？红鸡若出头，老人着鼻水流，听到雁叫声，老人着一惊。哈哈，你好白解，红鸡若出头，罗汉脚目屎流，听到雁叫声，散食人着一惊。对啦对啦，阮调工甲解的啦。红鸡若出头，老人着鼻水流，因为10月吼，红鸡大出的时阵，也是听到这雁叫，过来咱遮的叫声，就是天气要变寒，就上高感冒啦。咱年岁较大的人，感冒就足危险的。毋过咱政府拢有传好势，每一冬这个时阵，拢会叫咱这社区50岁以上的来注射。50岁都爱啊？嘿啊，毋是讲老人尔哦，50岁嘛爱做，因为只要有做，就有保庇。旧年都有去做过啊。这每一冬拢无啥共款，所以逐冬拢爱做啦。逐冬拢爱做哦。所以阿伯，咱得爱记这两句话哦。红鸡若出头，老人着鼻水流，听到雁叫声，老人就着一惊。嘿啦，就是安尼啦。我知。